好久不见。嘿，阿公，俺叫无看到诶。嘿，阿公，俺叫无看到诶。来，一人一颗，刚采下来的，很甜哦。来，一撒一粒，整扎个当甜哦。来，一撒一粒，整扎个当甜哦。真的是家中种橘子，一定会大发利市。真嘅係家有前頭咁，景源永落蛋呢。真嘅係家有前頭咁，景源永落蛋呢。謝謝，請坐。好久沒吃到阿公家的橘子了，最近很忙吧？安子說啊，搶草，當叫冇食到阿公屋下嘅家咩？俺叫當冇行呵。安子說啊，搶草。當叫冇食到阿公屋下嘅家咩？俺叫當冇行呵。是啊，謝謝您金口，有我兒子媳婦回來幫忙，人手多也就輕鬆一點。嘿呀，大幫娘嘅好經驗，有我來嘅心口轉來天數，人數多也就該輕鬆一些咧。嘿呀，大幫娘嘅好經驗。有我來嘅心口轉來天數，人數多也就該輕鬆一些咧。難怪阿公滿臉笑容，難怪阿公笑爺爺，難怪阿公笑爺爺。我想將地賣給兒子，負責地政業務的小姐告訴我，要先過來辦理印鑑證明。愛上老土地買本愛來嘅，負責地政業務嘅小姐同愛講，我先過來辦印鑑證明。愛上老土地買本愛來嘅，負責地政業務嘅小姐同愛講，我先過來辦印鑑證明。好，請先給我身份證跟印章。阿公想申請幾份？要限定申請的用途嗎？好。搶先本愛身份證同印呢？阿公想要申請幾多份呢？要限定申請嘅用途嘛？好，搶先本愛身份證同印呢？阿公想要申請幾多份呢？要限定申請嘅用途嘛？我要2份，用途哦，不用限定啦。我要2份，用途哦，唔是限定啦。我要2份，用途哦，唔是限定啦。好的，那就是要申請2份不限定用途的印鑑證明。好，佢就要申請2份無限定用途嘅印鑑證明。好，佢就要申請2份無限定用途嘅印鑑證明。這樣規費是20元。俺用規費係20幾元。俺用規費係20幾元。阿公，請您看一下。這邊印鑑申請人是您，印鑑證明使用目的是不限定用途2份。阿公，請看一下，入邊印鑑申請人係印鑑證明使用目的係無限定用途2份。阿公，請看一下，入邊印鑑申請人係印鑑證明使用目的係無限定用途2份。如果沒有其他問題，請在這裡簽個名。那係冇其他問題，請在下邊簽名。那係冇其他問題，請在下邊簽名。這樣就可以了，印章還給您。安樣就做得嘞，一內晚。安樣就做得嘞，一內晚。謝謝，按子說哦，按子說哦。不客氣。唔是生意。唔是生意。